谢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因为我们禁不住要唱诗赞美的诗歌，因为这个美好的生命连结，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复活，这是美好的恩典，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典。愿神借由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以及圣经的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参加一个仪式，或是参加一个活动，或是在过一个节日，而是时时刻刻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跟生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在经历，每一天在发生的。感谢主，我们要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得到确据，一起教导，一起学习。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领受这个复活的真意。那因为今天我们有很丰富的节目，稍后还有受洗，还有这个圣餐，所以牧师讲前半段，今天要讲上半段，一个引言就对了哈。好，复活的真理，刚刚我们看到了两段经文哈。第一段经文，我们如果再读一下，就知道说他在描述复活的主复活的第一次遇见的事实，就是主耶稣在复活那个早上，神的恩典透过这些妇女看见了耶稣复活的确据。然后第二段经文就是耶稣是事前耶稣复活，耶稣在传福音之前所做的。那我们等一下会复习，那我们再等一下再做一个解说。这段经文是记述主耶稣复活的早晨。刚刚我们读了，我们唱圣歌队唱的诗歌第二首哈利路亚，基督复活。刚刚我们李伟教授做了一个朗诵，其中有一段话，我们就可以再重新复习，跟这段经文有非常棒的结合了哈。他说安息日将近，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两位妇人来到坟墓之前，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刻，因为地大震动，表示说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在发生当中，而且有上帝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那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滚开。可能各位如果去过犹太地区或是以色列地区，去那边旅游过，你知道说他们的坟墓跟我们台湾人习惯看见的坟墓是不一样的哈。他们的坟墓是从一个大的一个山壁凿洞进去，那这个洞呢，里面好像一间房子一样，有好几层啊。那前面有一个大石头，需要很多人把它滚过来，把它挡住门口。换句话说，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很干燥，所以他们的一个埋葬的仪式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土啦，没有覆土。这也是为何莫大拉玛利亚他们这一群姐妹要去用香膏、用没药、用这些香料来涂耶稣，因为耶稣是用细麻布包在身上的。那些香膏可以帮助尸体不会很快就腐化这样子。但是看守的人呢，就因为这样子，天使降下来看到那个石头被滚开，吓死了。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圣经的故事讲说，比拉多呢派兵丁要看守嘛，看守不要那个尸体被抢走啊，好像有一个阴谋诡计的样子。那没想到他们看守的目的没有达成，石头已经滚开了，那不得了了。这些兵丁不知道会被惩罚，所以他们说身体乱战，甚至和死人一样。但是天使就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你们在寻钉十字架，就是那位死去的耶稣啊！你们在找他，但是他不在这里了。那个奇妙的时刻。”他说：“照他所说的，是耶稣自己讲的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所以这些妇女就急忙离开坟墓，迫不及待地跑去报给他的门徒这个大好的消息。
沉重的心情，如今大大的欢喜。哇，原先是哀伤，因为前2天主耶稣才痛苦，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啊，那种痛苦都还在啊。就好像2天前，花莲发生的大车祸，那些亲人真的是一种颤抖的心，看见他们罹难的亲人身体残缺，那种感受是类似的。但是耶稣的死3天后复活了，所以他们用一种欢喜的心，一遍遍重复着说：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已经复活。天使说：照他所说的，照耶稣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耶稣怎么说呢？好几次在圣经里面都已经预告了这件事情，好像耶稣已经编了一个剧本，按照这样子在走。刚刚读的3章14节到16节，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背16节哈。我们看到当时是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刻啊，等于是耶稣3年后被钉十字架，对不对？3年前他开始传福音，开始在宣告的时候，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跟尼哥底母这位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老师提起这件事情。他用什么来表示呢？他用他们犹太人的祖先的典故，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预表耶稣基督要被举起钉十字架。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悖逆所以呢，神呢透过一个惩罚，让那些百姓中毒而死。他就宣告，叫摩西来做一只铜蛇，把它高举，让所有百姓看见铜蛇的人就被得医治，那些毒性就离开了。耶稣说：我就是预表那个时代的铜蛇，就是我现在被举起了。这个举起是要得医治的，所以主钉十字架是要所有信他的人，这一个救赎旧约在预表，他今天要执行了，信他的人都得永恒的生命。下一段话是几本基督徒所背的，好像是圣经中的圣经啊。约翰福音3章16节，第2段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可以吗？好，预备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这一段话那么宝贵？是整个圣经的核心。上帝爱世人，因为他是爱，不是要惩罚，不是要毁灭，所以他将他唯一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只要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给世人一个完整的救赎，一个生命的盼望，一个活活的信仰。凡是确信的，他就跟他的复活，跟他的永生连结了。今天第一堂我们有6位弟兄姐妹受洗，第2堂我们有2位姐妹要受洗，还有2位要信仰告白。你们记得，这不是一个仪式，是因为你要跟这一位赐下生命永生的主连结，藉由受洗。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尽管各样的思想跟文化很多啦，多样，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所以很多文化思想或是哲学去处理、去诠释人生各样的遭遇跟情境，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解说。但是所有的人类从古到今，当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谦卑面对，因为没有其他的能力能够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呢，无论是任何的集权的政府思想，都没办法禁止人们去追求永生的盼望。这位是年纪大一点的就认识，这位是老布希总统老布希总统。为什么叫老布希？因为他的儿子也叫布希
他也是当总统，所以父子当总统的哈，在美国历史啊，真不简单呐。好，他是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退任以后哈，他写了一本他的传记，他呢记载了一件他让人家很深思考的事情。就早在1982年哈，1982年那个时候还是冷战时期，还是一个东西方对峙，特别是苏维埃共产党统治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布希也才是一个副总统。他做什么事呢？他在1982年11月15号，他代表美国前往那当时是无神论的苏联，参加当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你听到这句话就知道，说总书记不是光记录而已啊，总书记就是头啦哈，总书记就以党领政的，他就是苏联的领袖，他叫布里兹涅夫，他死掉了，他过世了，举行了丧礼。当然这个丧礼因为独裁政府哈，他们为了显示他们的权威哈，他的丧礼是非常的盛大的，哇！全世界的领袖都来了，这位就是布里兹涅夫哈。他的丧礼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殿堂来举行，他的遗体是暴露在外面的，就是一个独裁者，他就需要被用敬仰来继续展现他的权力嘛。好，那这个是布希他讲的一段话。说的故事了。他说这个丧礼呢是依照共产党的方式举行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嘛，所以没有目视正道，也没有举行仪式，只有代表死亡的灰色跟红色。最后参加者陆续向棺材里面的布里兹涅夫来致意，拿花来到面前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他的夫人出来了，走到布里兹涅夫的遗体前面的时候，他从怀里面竟然不是用他们共产党常用的东西，他从怀里面拿出一束东正教，他们是基督教东正教，在东欧那边的东正教，象征复活的百合花。拿了一支百合花，把那个百合花放在他的遗体的旁边。不止这样，他的夫人还跪在棺木或是他的遗体的前面祷告了一会儿，起来的时候还在胸前画了十字架。你知道天主教跟东正他们有一个画十字架的一种礼仪啦哈，表示说主耶稣的救恩跟我同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禁止信宗教的时代嘞，竟然有人公然跪下祷告，是非常惊人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谁敢出去介入阻止呢？因为这是王者的太太啊，他这样做，我们只能在旁边看，但是大家很惊讶，没想到他这样举动祷告手画十字架的时候，竟然在场也有人偷偷的就跟他一起画十字架。那这个场景呢，也许当时是不是有转播，可能不敢拍吧，但是布希他自己看到这件事情，这个基督徒的总统他写了一个总结了哈，他在这种感人的一幕做了总结，说在人们以为基督信仰早已经死亡的土地上，我看见复活的信仰正在苏醒。即使是权倾一时、统管独裁全苏联的这个大国的独裁者过世了，他的夫人还是期待他的先生是被主耶稣所救活了，就主耶稣复活的信仰在他身上。虽然他们的党纲、他们的教、他们的这个宪法里面不接受这个基督教。各位弟兄姐妹，人在面对死亡挑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那么潇洒，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有上帝的形象，有灵魂，你必须去处理，到底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了百了，死掉了都没事了。
最近有时候牧师常会看那种动物的频道动物星球的频道看到哇那些动物为了生存，对不对？哇，它必须有猎杀的本能，它要去杀死那一些其他的动物或是更小的动物，好像是它一个求生的过程。我们可能会看到说这个很残忍，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是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存活。但是他们到底接下来换他被吃也不一定啊。他们到底会想到，动物会想到说我有什么生命继续存留吗？没有。只有人会思考，人会面对自己的生死大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刚刚我们来复习一下圣歌队所唱的诗歌，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第一首《哈利路亚，奇妙救主》，他在诉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所差的独生子，要使堕落的罪人得生命。他宣告说，因为主耶稣是从天上下来，他是独生子，他是有拯救的能力，他就有赐生命的能力，所以所有的人，包括刚刚讲的布里兹涅夫，他只要接受主，他必要得生命，是所有堕落的罪人的依靠。而且他受举起是为我们而死的，他宣告说事已成了，今天在天堂，在天庭受敬奉。换句话说，他的死看来是一个悲剧，他的死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因为钉十字架不是一枪毙命，他是在十字架上挣扎那么久，疼痛到那么久才过世的。但是他竟然宣告说事已经成了。一个人用死来成就一件事情，谁能够去判断这件事情？只有主耶稣，他赢过死亡，才有办法讲说我死了就成了。感谢主，荣耀的君王再来的时候，受赎的众人都归向他，因为只有他有赐生命的能力。所以诗班唱诗歌说，我们要用新歌来献给他。第二段诗歌是唱耶稣基督复活，他唱说普世欢腾，基督复活。坟墓胜利在何方呢？坟墓到底胜利什么？耶稣被放进去坟墓，就永远不再出来了吗？死亡的毒钩在何方呢？他说，灿烂的王袍已经显明主耶稣，他是坐在天上的宝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耶稣的复活。它是一个事实，一个活活的生命，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时刻。基督的复活，死亡受攻破，救赎大爱得胜利。所以你接受主耶稣不是一个仪式，也不是一个参加一个活动，而是因为你跟冲破死亡权柄跟毒钩的主连接到他的爱。我们等一下有受洗，我们要领受圣餐，都一直在见证这件事情，而且是永恒的救赎，是信就必得救的。第三首是尊贵神羔羊，因为主耶稣也不再受死亡所捆绑了，所以赞美、尊贵、荣耀、权势都归在坐宝座的君王。被杀的神羔羊是配得尊崇和赞美，直到永远。愿今天在这边一起庆祝主耶稣复活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确认你的信仰。也许当你面对死亡那么样的临近的时候，你会更知道说，有能够存活是何等大的恩典。2天前所发生这个悲剧，那些人，那些快乐要度假的或是回乡扫墓的人，他没办法去判断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车上，为什么他是坐在第8车、第7车、第6车，没有人能判定。我们人生遇到很多无法预知的苦难，在这个悲剧当中，我们有接到消息说，在花莲有一位是退休的阿美族的牧师，他的儿子跟2个可爱的孙子在车上也身亡了。他2个孙子就是
国力体大的高材生，是运动健将，但是为了要回到故乡，就遇到这个世界。我们当然心中很不舍，因为谁都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从这个情境会发现，说人的生命何等的脆弱。我们一知道说，在死亡的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只是不一样的方式面对死亡而已。那既然这样是好像一个宿命的时候，耶稣所带来这个生命的盼望，我们还不感觉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吗？死这件事情没有人能逃避，但是耶稣是给你新的生命，这是活了一个能力在你身上。它不只是让我们在有一天肉体的生命死亡会得救，而是这时这刻，你因为得到了永活生命的救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在生活的每一天，在见证这一件救赎、这件复活的事。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一起领受，一起庆祝，一起感恩。